大家好啊，我係 Sammy 啊。上星期咧啱啱出完咗條片啦，本來冇諗住咁快再出片嘅，但真係忍唔住啊，因為咧聞到有少少燶味啊，所以今次咧就出翻呢條片啦，好快 update 翻而家個市場發生緊啲咩事嘅。不過開始之前咧，大家都睇下呢個免責聲明先啊。上星期條片呢，我係講咗債息升啦，但係出咗之後呢，有位網友話我唱好股市喎，叫人買股啊，推人去死咁樣，咁啊真係冤枉啊！我明明呢喺片中呢係有提到大家呢小心而家有機會出現翻2022年嘅股債匯三殺，我仲喺片尾呢提醒人哋呢，就算要轉股票基金，都唔好揀創新高嘅時候嚟轉啊嘛！嗱，好明顯呢，呢位網友呢就冇睇晒我條片啦。所以大家真係要睇晒我啲片啊，唔好聽啲唔聽啲啊！咁啊果然啊，啱啱呢個星期五咧就出現咗一個幾唔好嘅信號嘅。咁啊首先啦，星期五朝早咧我就已經喺 Facebook 咧就 post 咗韓股早段大跌市超過5% 嘅。咁啊股市單日大跌5%喎，指數嚟講好誇張㗎啦。咁啊結果夜晚美股個市都有啲唔妥啊！納指跌過千點啊，單日跌成4%，美匯指數咧都衝上100水平啦。美國2年期債息咧就由4.049就急抽上4.162厘啦。咁啊，仲有 Bitcoin 啊，過去一個星期咧跌得好急啊，唔單止穿咗7萬美金喎，仲一度失守過6萬美金水平啊！嗱，見到星期五市場嘅表現咧，資金咧就好似萬佛朝宗咁樣湧晒去美元，其他外匯咧都見到好明顯下跌㗎。咁啊，有啲似咧2022年咧股債匯三殺，其實講錯咗，應該係金股債匯四殺先啱嘅，因為金價都失守咗4400美金關口。點解會有個咁嘅情況呢？導火線呢，其實就係美國非農就業數目咧大幅超出預期啊！咁啊新增職位咧就有17.2萬個，遠遠高過預期嘅8.5萬個啦。但係因為之前咧通脹咧升溫緊啊嘛，上星期都講咗啦，結果咧又加深咗聯儲局加息預期啦。由於我咧今日咧就唔知點解上唔到 FedWatch 個網啦，我就用咗 Investing.com 個利率期貨監察工具啦。上星期都仲預期緊咧聯儲局咧年底嗰個議息咧係唔減息嘅預期係多啲嘅，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啊，加息一次嘅預期咧已經升到上去42.8%，最多人估㗎啦。咁啊而加兩次咧都有成22.3%喎。咁啊，結果大家預期加息咧，就推升咗個美金同埋短期債息啦。上星期咧都同大家講咗啦，今年係好大機會加息嘅，唔好聽啲地產佬或者地產經紀講咧，今年會減息啊，因為油價一加，運輸成本加咗好多啦，好多工業用嘅原材料咧又會加價喎。嗱，可能有啲人話咧，中東停打仗咪冇事咯，到期時油價落翻咪冇通脹啦。嗱。一來咧，其實而家呢個協議咧未話傾得成，幾時達成都唔知嘅。咁其實呢幾個月咧，好多國家咧係用緊一啲石油儲備頂住先嘅咋。咁啊，就算美伊真係同意唔打仗啦、停戰啦，都唔代表油價會即時落翻喎。嗱，就好似大家睇到呢段新聞啦。國際能源署 IEA 已經警告啊，因為全球原油庫存咧係快速減少，就算美伊達成咗協議咧，最快都要6至8個月咧先至可以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喎。咁啊，仲要大家俾啲時間咧補翻個庫存啊嘛，而家庫存少咗咁多，所以其實我預計咧，就算停戰之後，都最少半年時間咧個油價要維持喺高位㗎啦。咁啊，唔止石油喎，大家唔好唔記得啊！啲銀價啊、銅價啊、鋁價啊升咗好鬼多㗎啦，都會影響埋個成本㗎嘛。嗱，而家 AI 又話搶貴晒啲 RAM 啦，hard disk 啊、電話啊、電腦啊已經全部加晒價，嚟緊電費又加啦。我其實咧真係有啲擔心咧，今次有機會會出現一個超級通脹。雖然我自己唔希望出現啊，但係個勢頭咧都真係幾似嘅。嗱。睇翻歐元區啱啱公布嘅最新通脹啦，再升3.2%嘅啦，其中能源通脹咧係最勁嘅，升咗10.9%啊！
嗱，嚟緊夏天咧係能源消耗嘅高峰期啊，有機會通脹繼續升㗎。咁啊，下星期歐洲央行係議息㗎啦。如果佢再釋出咩加息信號啊，應該又會市場震一震㗎啦。咁喺美國方面咧，4月嘅 CPI 咧就升咗3.8%啦。咁其實咧，美國克里夫蘭銀行咧都有個通脹模型嘅喎，佢就預測咧5月同6月嘅 CPI 咧已經超過4%㗎啦。PCE 都去到3.9%，甚至乎4%添。嗱，睇埋季度嗰個 CPI 咧，仲誇張啊！第二季嘅 CPI 係去到6.81%，PCE 都5.35%啦。通脹升得咁快嘅情況之下，真係冇得話央行唔加息㗎喎。就算央行未有實際加息，你單係炒呢個加息預期咧，都夠嘅事跌啦。嗱，仲要留意一點啊，就係今次嘅債息升勢啊！見到短期債息係升得好急㗎，星期五咧就係4.162厘啦，單日咧係升咗0.113厘。10年期嘅債息星期五只係升0.059厘嘅，去到4.536厘啦。咁啊，20年債息升咗0.038厘，去到5.02厘嘅。雖然仍然咧個息口咧係長年期高過短年期未到啩啊，但係見到咧而家越長年期嘅債息咧升幅係越細嘅。嗱，大家要留意啊！如果呢個升勢咧繼續持續落去的話咧，短債息係咁向上衝，長債息反而落後咧，嗰條孳息曲線咧越嚟越平咧，會唔會去到一個時間咧係短債息仲高過長債息出現一個倒掛嘅情況咧？因為債息倒掛咧，就係市場認為有機會出現經濟衰退嘅。咁啊，其實2022年都試過㗎啦。10月嗰陣咧，2年期嘅債息咧最高係去到4.8幾厘㗎。咁但係10年期咧嗰陣係只係得4.3幾厘嘅啫。另外咧，2022年如果大家記得咧，納指係跌得殘過標普500指數同埋道指嘅。咁啊，點解科技股呢隻當紅炸子雞會大落後咧？原因咧就係好多科技股前期投資好大啦，係要靠政府融資啊，加息咧對佢哋嘅資金成本咧係會高咗嘅。大家撇除咧最大嗰幾隻科技股啊，好多科技股咧其實仲蝕緊錢，冇實際盈利嘅喎。咁咧所以加息對呢一啲咁嘅科技股咧係反而咧俾人沽得最厲害嘅板塊嚟㗎。咁啊，結果啊，呢個星期埋單咧，跌得最多兩個股市咧，就係納指同埋韓國股市啦。咁上個禮拜都提到啦，韓股喺5個月升咗1倍喎。如果我真係喺低位買咗的話咧，咁升咗1倍做乜事唔高位 lock profit 咧？因為賺咗1倍，你沽一半咧就已經攞翻個本㗎咯喎，剩翻嗰一半咧係齋贏嘅。咁唔理升跌都好，我起碼唔輸先啦。點解唔沽咧？至於納指，上星期都講過啦，美股升咧個市寬係好窄，只係集中喺幾隻大股嘅啫。咁啊創新高嘅其實唔係好多嘅咋。嗱，又見到啊納指咧喺6月初嗰陣咧創咗歷史新高啊，但係咧好似 Google 啊早喺5月18號已經見頂啦 ，Nvidia 咧仲早5月14號已經見頂添，龍頭大股都唔升，有啲鬼鬼地喎。咁啊所以啦。講咗咁多咧，大家真係咧呢個時候咧要做好翻啲風險管理啦。咁啊有可能咧下星期一咧突然阿 Trump 咧又話咧傾得成啊，又推一推個市上翻去啊。嗱，呢啲我真係估唔到啊。但係而家各個 signal 咧都顯示緊咧，嗱，炒家好似向下炒嘅值博率咧係大過向上炒㗎。嗱，又係嗰句啦。如果大家咧對某啲股份咧長線係有信心嘅，其實唔怕分段鬧咯。跌市啊，最佳儲貨時機嚟㗎嘛。大家咧想月供股票啊，嗱，我之前咧有條片啦，IB 教咗大家點樣月供股票㗎。咁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呢條片㗎。好啦，今集咧就嚟到呢度先啦。如果覺得我呢條影片有用嘅，記得 like、share 同埋留言支持啦。下次再見，拜拜。